婷兰啊，你是安怎啦？看你心肝咧袂定着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甲明阳还家是？无啦，阿母，你莫胡白想啦。我知啦，你一定咧烦恼阿母对无？但我即摆伤已经好足济啊，无一定我万用都会行行咧呢。对啦，你毋是要去找头路？是啦，我找头路随时拢找有啊。阿母，我是希望讲，等你的伤若有较好，你甲阿爸敢会当去庄卡住？哎呦，我本来都无想要起来啊！毋知恁老爸要来这食头路，若无吼，庄口我颠倒较惯势咧。嘿，袂容易啦！迄阿姨啊，真无简单，才会当踮这间大间病院做啥物？叫伊做组长呢？哦，我知影啦，我知影啦，就是恁这时势啊吼，无愿意甲士大人带做伙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恁哦若要做啥物决定哦，我莫甲恁插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要甲阿姨啊带招哦。阮了解的代志哦，甲你拢无关系啦。我若无问你，你就莫插嘴。谁讲无关系啊？你老母家答应讲要甲恁阿爸让互我呢，哪会无关系？阿母，我出来去者。你是要去对啦？无啦，出去行行的。婷兰啊，但这个囡仔今日安尼怪怪，敢会发生什么代志？我看伊大家嘛怪怪。阿爸，你讲，迄个人毋是你杀的对无？嘘，较细声啦，都惊到要杀我甲伊有力的时阵哦，无拄到伊巴肚啊，我都毋是讲伊要杀伊的，你哪会甲伊起冲突啦？拢嘛迄阿姨啊，我着俗气啊水哦，要甲伊强啊，俗气啊毋啊，伊也拄仔要甲威胁，我是你甲主动的，若倒来倒去，我毋知我会变成家人，我嘛是受袂了。你讲，到底是啥人叫你做？这，走位啦，免为这代志啦。你要钱，都讲起来我紧。是啊，你阁想要走路？敢讲你会当走死死人？你安尼做，你的良心敢会得过？我良心也袂当过，也毋是我唔对啊啦。我袂讲入你笼仔内啊，我唔怪甲会惊啊。我无爱啦。你听我讲，咱即摆上好就是去警察局，找警察，甲代志讲好清楚。这讲袂清楚啦，这愈讲愈花啦。你钱莫互我少，你若不爱互我来去找俊生，来找一定夫人啦。别弄嘢啦，若讲拄到我。景兰，景兰，我拄有代志要找你呢。找我要创啥？我是讲咱找一个所在，好我参详你阿爸的代志啊。对啊对啊，大家做伙参详啦。明天唔免啦，阮家己参详就好啊。了了，要去约会就坦白讲嘛，讲什么要参详代志，想要甲我拍出去贪我，无遮尔简单。景兰，你先讲。无啦，还是你先讲好。路易案件，即摆警方当咧调查，我咧想，这件代志一定甲恁阿爸有关联。你凭啥安尼讲？我嘛希望恁阿爸甲这件代志无牵连，要毋过是伊带阮阿母去个所在呢。这警方早晚嘛会知影。你找我来，就是要讲这件代志。毋是啦，我是要了解真相，因为所有代志我若当了解，我就有法度去办这件案件。婷兰，你甲俊生拢比我较早教，你甲你知影，还是你看到的代志讲我听好无？我唔知影，我啥物拢冇看到。你莫搁再问我，我求你莫搁再问我，好无？景兰，你莫激动啦，景兰。你了，人毋是阮阿爸杀的，我拜托你，你甲小琪阿姨讲，叫伊莫甲警察讲我阿爸代志，好无？我求你。景兰，我是读法律的呢，假使我若咧做啥违背我家己良心甲职业道德，我知影你真有正义感。虽然这件代志拢牵连到咱的亲人，要毋过亲情归亲情，咱嘛是爱遵守法律的啊。景兰，你莫伤心啦。对，你讲了无毋对，啊，毋过我并毋是要为着阮阿爸脱罪，我真正是无看到伊杀人啊。好啦，
这代志拢交警方去处理。要毋过我只是想要知影，恁阿爸是安怎要带阮阿母去啊？庆兰，假使恁若有撞着恁阿爸，拜托你甲问个清楚好无？好啦，啊毋过我嘛无一定会撞着伊。庆兰，我毋是条讲要变，也毋过囝仔代志，警方早晚会调查清楚，啥物暗角都无可能。好，那安尼我问你，假使讲，人真是阮阿爸杀的，你敢真正忍心怪伊，搁去互人怪？庆兰，庆兰，亮亮，庆兰要哪会使对你安尼呐？伊无爱插你，你嘛会使莫插伊啊！你莫烦我好无？唔知影代志莫学袂插嘴啦，你安尼是增加我的负担呢。你会使甲我参详啊！你若有啥物烦恼，我嘛会使替你分担嘛。你若较早转去看，就是替我分担啊啦。亮亮，亮亮，水仔水仔，恁朋友的小单还袂分呢？啥？我都还要替伊纳笑哦！哈！英雄啊，啊你又搁是安怎？转来无讲啥单单才一直哭，是毋是为着感情的代志？哈？妈，你哪知影？阿母嘛捌少年过，当然会了解你心内咧想啥。啊，不过吼，这男女感情的代志吼，就是爱安尼顺其自然，勉强是无路用的。妈，讲开实在是真无公平呢。谁让你甲我生做遮尼水着？我介意的人，拢对我遮尼冷淡。切哦！啊，凡世人对方唔知影你对有介意啊。伊哪会唔知影？我逐天甲伊对调调呢。我搁常甲伊讲，我就爱伊，也毋过伊都偏偏啊无爱插我。好啦好啦，莫哭啦。吼，阿母教你一个好办法。啥物办法？啊，你若对伊的情人较好咧，凡是有一天伊会发现你对伊遮尔啊尽心尽力，伊就会对你较好啊。妈，你讲的真有道理呢，多谢你啦。我先猜一个。我这个五查囝，啊明良是你的表兄，根本就袂当甲你结婚嘛。你搁较安那拍咧，嘛是无路用。本来呢，我是认为这是一对天作之合的好姻缘啊。慢慢的想袂到讲会变成到这种情形。我妈家都在商场上，我的判断力以后拢真准。唯独讲你的婚姻啦，我是彻底失败。当世面甲秀霞，本底就是真速配一对。哪知影后来出现一个俗机。秀霞，这件代志毋那干那是你一个人伤心的，当连阿嫂这个家哦，都险险啊毁在伊的手头啦。我自从结婚了后，我对伊付出我全部感情，想要靠伊对我回报，竟然是要靠我离婚，娶另外一个查某。哎呀，你一定要替我讲话啊！秀霞，你甲世明抑阁是翁某关系啊。假使讲你碰到什么款的委屈的，你转来后头出来甲我讲，我会尽量想办法替你解决。要毋过你若是讲老早要大落来，我绝对反对。哎呀，你哪安尼讲啦？秀霞，恁兄仔的意思是讲咱莫互讲闲仔话，讲咱是歹后头厝，无安尼后盖就无伤袂本啊。假使讲你转去若真正委屈，当做阿兄甲阿嫂的，当然嘛会替你出面啊。啊，你若留踮遮哦，世明一定会讲，阮咧甲你煽动，咧甲你使弄啊。好啊，我转去会用的啊。不过阿兄，你的生意甲世明讲个清楚，要若无吼，我就带遮袂走。甲秀霞讲安尼嘛无毋对啦，无看，我陪你来去找世明一撮。哎，你何必着安尼要创啥呢？
但除了秀霞的代志，你甲细明之间敢毋免化解？你总袂用一世人拢无爱甲伊见面吧？好啦，要不咱行一转。阿哥，你叫阮阿爸去找阮高中是要创啥啦？万一若互伊知影迄一个代志，这你毋免烦恼啦。我真个担心讲，小琪到底是知影偌济？我毋知叫恁阿爸出面啊，看恁高中也是小琪啊，会甲讲啥物袂？然后咱再决定讲看后壁要安怎做。阿哥，啊这小琪啊，若知讲是咱设计害伊的咧。喂，是你啊？你即摆伫倒？好，我连暝随去找你，你爱记哦，莫互看到你呢。是伊这个啦，我约了问唔着，伊一定来找我。志志，啊你打算即摆要安怎做？我就练我的步数。阿哥，我出来。我毋是叫你爱咪起来，你踮外口安尼行来行去，万一若叫人看你去报警，你是要安怎？我都唔知要走去倒遐去啊！我因久也无半身啊，到尾来咪来咪去，我规气都来去自首，无较管我。你免去自首啦，只要你莫搁出面吼，就无人有法度肯定你是凶手啦。因为迄支刀我已经藏起来。啥物啊？刀啊你甲藏起来哦？你即摆上好是紧离开遮啦，去找一个所在咪起来。也毋过吼，我甲阮某阿春啊，甲阮查某囝庆兰，拄好才团年无偌久尔，啥物搁要我离开啊？哦，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啊。也毋过你放心啦，庆兰甲喜静嘛吼，我会甲照顾啦。只要你说服庆兰嫁我，伊甲喜静嘛，你想我敢会亏待伊吼？啊，以后你算起来嘛是我的丈人啊，你的生活我绝对袂失礼。好，也毋过哦，庆兰已经大汉啊，我讲话也无一定会听啦。你放心啦，伫你要离开以前吼，咱好好来甲伊讲，伊一定会答应的啦。喜姐啊，我希望这件代志是一定爱成功的。今仔无我藏迄支刀啊，万一若无说你叫警方捡到，迄一定是有你的手纹的。到时阵我都毋知影要安替伊辩解啊。这钱你摕来啦。庆兰若答应我的份数哦，我一定到时阵我伫南部买一间厝你住。这件代志是毋是会当成功，就要看你的表现啦。明仔载我带你去见庆兰，你家己安怎做，你应该知影吼。今仔日恁来遮罕行。其实我是为着秀霞代志来找你的。这边，我知你甲秀霞两个人婚姻呢发生问题。其实话讲到转来，婚姻发生问题的人，毋是干你人尔。其实严格要讲起来，上届无资格来过问你的代志的人是我。也毋过徛在一个做兄哥的立场呢，我认为我有义务讲几句话。启东啊，我知影你要讲啥。既然恁来找我，那呢吼，我着甲话讲互清楚啦。假使吼，你若要叫我放弃俗气啊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过去这段日子，我想真多。我了解讲你是真心的爱俗气啊。假使讲当初若知影呢？我袂鼓励我小妹来嫁互你，才造成讲你今日会遮尔痛苦着。你讲当初是你鼓励秀霞嫁互我的，启东啊，我问你咧，当初我会啉酒醉，甲秀霞困做伙，是毋是你故意安排？莫讲什么安排不安排代志，一切代志只不过是顺其自然而已嘛。讲到转来，你是做法袂使，上较好人选。以一个做兄弟的立场呢？我会安尼想，敢有啥物唔对咧？搁再讲这20多年来，秀霞虽然讲无生，但是伊时时行行款待你遮尔好势着，你有啥物不满呢？啊？是啦，细明，
当初时啊，伊会去找面龙转来，嘛是秀霞先提起的。啊，毋管安怎，秀霞对这个家庭、甲你的事业，伊嘛真尽心啊。搁较安怎讲，伊老母讲路嘛是有苦劳啊。阮翁仔某今日会来，是希望讲你会当冷静考虑看卖。这间病院需要你，秀霞的家庭更加需要你。我真了解，你这生活是真痛苦，但是你知影无？我真怀念咱过去迄种感情，假使咱会当恢复咱过去迄段友情呢，我感觉任何代志都无发生过。好啦，是，我甲美管来找你，对来讲，关于秀华代志你要负责依法。另外一代志是讲，关于你要实际代志，病院当时会并无答应。小姐，麻烦恁传你男母带我来换药啊。好，阿母，我来塞轮椅。免啦，我用行就好。何叔小姐，啊，我这敢免换哟？会啦，小等就有人甲你换，你莫着急啦。哦，安尼哦。来。是讲哦，我家己第一张是无聊呢。唔对哦。平常换药拢来伫内底换，今仔日要去外口，到底有啥物空头？倒来去了解者。哎呦，啊当嘛心色啊嘿，啊目前你都无看人。系啊啦，啊搭这间病院遮大间，我是要去倒遐找人。来，恁遮就是。何叔小姐，你从阮来遮要创啥？是有人交代，小等恁就知啊。来，遮坐。太无代无志，带咱来遮创啊啦！你即嘛，起来。正生，原来是你叫何叔小姐带阮来遮，啊，敢有啥物代志？当然嘛有，但遮吼靠我讲话啦。来，恁先坐，有一个人想要甲你见面啊。啊是啥人要甲阮见面呢？小等你就知影啦。你肯出来？阿姨啊，是你哦！啊，这几工是走倒位去啊？春啊，我对不起你啊！阿姨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安尼？正生，你安尼是啥物意思？唔管阮阿爸做了啥物代志，为什么你一定要甲阮阿母嘛牵连入来着？庆兰，你误会啊啦！这是恁阿爸家己的意思，我无咧安排袂用一啦。佮再讲，一个要离开这个人，想要甲伊某囝相识，这毋是啥物了不起的代志啊！是我拜托俊生哦，替我安排的啦。阿姨啊，啊你又敢要离开，啊是要去倒位啦？我要去一个真远的所在。啊你毋是讲你真无简单找到家己喜欢的头路？无安尼啦，啊你若做了袂惯势嘛，无要紧。啊无，等吼爸爸等下装卡啦。阿春啊，真是的哦。当然嘛，真是嘞。虽然讲迄珍珠粉啊，来到遮找你，啊毋过吼，我嘛毋是迄种无度量的人啦。你若无想要和我倒转来，我也袂勉强。你早去和你大好啦。我只是我爱看讲吼，遮尔济岁啊，啊搁伫外口咧弄榴莲。阿春，你敢知讲这20元啊，我是安怎拢无转去？我煞毋知，啊你着去用关啊。这是原因之一尔。其实咯，我是一个无路用的人，一个尴尬啊半剑尔，我会晓创啥物？阿某斗阵是爱互对方幸福，我毋是，我是家己互你的麻烦尔。